我叫袁桂珍，我做咗義工都15年啦。我做咗義工咧都有25年㗎啦。做義工咧，我嚟到敬老會咧都有10幾20年啦。我做義工咧做咗好耐啦，10幾年啦，好有心得，因為將我這個愛付出到社會上，關心我需要關心的人，從中我也得到人哋嘅愛，人哋嘅關心，對社會上、對家庭上都有好多好處。我而家活到這麼大年紀啦，我覺得我嘅人生有意義咗喎，唔係話因為年紀老咧就唔對社會冇勁，原來有貢獻㗎。嗱，首先我幫人，我自己開心，我覺得我自己係有嘢做。第二，幫咗人，對方佢又開心。咁咪雙贏咯！我又開心，對方又開心。而更重要嘅就係話，雖然我係所有咁多嘅義工裏邊少少嘅其中一份子，但係如果個個都係咁做，咁樣成個社會咪更加和諧咯。同埋咧，我哋嘅老人家嘅生活咪更加精彩咯。做義工咧，又幫到人，又幫到自己。其實做義工咧，自己嘅得着更加多。因為你幫到人，你會好開心。你自己能夠幫到人喎，自己咁嘅年齡都可以幫到人，人又開心，自己又開心。我覺得做義工咧有咩好咧？其實真係教識咗我好多嘢，因為我自己初初做嘢咧冇咁有條理嘅，但係而家做下咧就會識按部就班啊，亦都知道有咩仲未可。以前我哋好似成日話做咩就好容易啫，咁如果我做咗義工之後，只係覺得原來真係唔係咁容易嘅。我哋要慢慢由點樣初步嘅理想啊，點樣將佢實現成一個行動啊，然後行動咗之後，亦都有時候有啲要睇下點樣再去好似人哋話事後嘅感想啊，今次做得好唔好咧？做得唔好嘅，下一次又會點樣咧？就變咗個人啊，係有條理咗好多咯。我覺得做義工真係幫助我哋好多咯。喺做義工嘅過程中咧，我又好享受呢個過程，因為做義工咧唔係幫到人哋之外，都幫到自己，同埋做義工咧，自己會從做義工嘅工作中咧得到好多開心，同埋快樂，同埋一個經驗。我最大嘅感受咧就係做義工，有時你意想不到嗰啲嘢咧，你都要喺嗰度面對咯。同埋咧，如果你做義工做咗之後咧，啲老友記見到你講聲一聲多謝咧，你嘅心就會覺得做咗義工係值得嘅，即係唔使話做乜嘢啦。其實佢簡單一個回報，你哋下次再嚟，咁你就覺得你係支持你做義工繼續做落去嘅動力咯。由做義工直至到1918年嘅時候咧，就因為做過手術之後咧，咁就冇做啦咁樣咯。咁即係做義工咧，最緊要咧，即係幫到人啊！去探訪嘅時候啊，即係了解下嗰啲長者嗰啲需要啊，或者有咩意見啊咁樣，我哋咪作為反映下咯。即係咧好開心，做得好開心。老年咧都好歡喜。入敬老會有咩叫到我哋都幫手去做嘅，叫我哋去邊度都去，真係好高興，幫到人好高興啦。即係我做義工咧就開心啦，當然開心啦。做義工可以幫到人，又即係點，大家一齊做，咁啊有一個團結喺度，同啲長者啊，去參加嗰啲做義工啊，派下嘢啊，咁啊都 OK， 好好。我個心得就係咁啦，只要幫到人，又幫到自己，大家開心，咁就 OK 啦。